平头，办事清秀，唯有见过马街所谓的烽火岁月，而是多年来只有两件礼服，成为的马个俗世风情呢？你出家人讲清秀，我是俗世人就讲俗世之法。故说俗话都有讲，山中放一日，世上几千年。你讲你10年任见礼佛，莫不是比论只有1年的时间清秀吗？照我看，师傅你素戒清秀，也无几长的时间呐。两位施主，照我所看，你是一位的读书人，讲话不应该以此强迫。凭托爱，你已经有10多年在了，还有主持人的义务作证，你那爱弟两妹送行人，不应再请跪地，更是正在请跪地，怎能有所不慎啊？你，哎呀！师傅，虽然没上心人，不讲上心话，只因我是上心人，怎会错把谈话当作讲话人呐？原来施主并非是强迫之人，是一位从上之下。就是我推你手机出向，希望菩萨他能的保佑你福寿康宁啊！公主，师傅且慢，俗世人敢问师傅，你贵相啊？平头学生相讲，法可废寝啊！你喊出废寝嘛？夫妻了同风波事，上门无言多少事。苍天璀璨长明日，此世风雨相亲，父门了团修世情，书生应爱撇世情真心。论理己应该爱把夫人，偷偷暗中翻上前，为你公主。哎呀，师叔，你对他骂啥？我是这个喊公主啊！敢问公主，佢是何人啊？公主是爱侍奉啊！我是讲公主是爱侍奉。那你有没有来到呀？亲近服侍，都给很妻子，都给很公主啊！哎呀，公主唔肯与我相认，这爱以后就好，以后就好啊！有咯，看你自在乡千秋年啊，看从真少破家庭，可有贵地神通念地，长台里的托谈故事。哎呀，你够了，你够了，你就是公主啊！施主，非呀，我叫是因为万岁，
为国家希望啊！爱救孤魂来调令，先天是一才受听，为民爱牺牲性命无依，甘先天爱甘送情。陈公平有一娘，长出面孔颜色烫。小姐，我不言在堂，从平啊来不忘感梦，救出我伤施主，我定义是位送信之人，俺过来的素菜并不是送信之体，奴平头无法再放开了。阿弥陀佛！哎，师傅你莫走，师傅你莫走啊！怎么的？放开，用手吗？真是对不住，方才我失态了。施主，请你自从。阿弥陀佛！师傅，我平时亲手来到暗堂，不过我一入来就地面前呀，是感应太师啊！情为了，香港人比汤比卵一样痛的呀，不输。为爱显灵深情，从义的呀。师父，观音菩萨还没真见俺有灵验吗？不错，宋念头心生之灵。由此神行拜的菩萨，必能得感受得到啊！哎呀，观音菩萨，你太慈太悲，同样你能够答应我，你的公主团圆，给我就真见爱好好答谢神恩呐！碰面一世难离，春水一无一期。六重公主采仙女，双可破江来冲你。六重彩欢情团相念爱可爱，相望是喜有气，梦难成书再难持。师父，
我骗你乜嘅呀？你讲也观音菩萨亲临界，我看唔咩安样解呀？我马上观音叫你不起。你有千年都不灵，何夫妻来就相会？你娘本夫妻调停。向来念夫见，望灰记，日也照来奉见，爱将向着千扎团，困气难平马神力。你不要再想观音来路嘛，只管你今生不配做夫嘛。你那在半年来相依，只讲漂念了相思便宜。你不可对我再来乱讲情，你实在太不劝人情。不劝解人情，我盼望你从白骨麦片，抢得施主快快转付一起，开得观音店碰你一起。你当真如此，狠心不愿意我想你。身份把人识破，那个素菜总得留得，快快来走！公主，爱走，我同意穷下来去啊！驸马，万万不能啊！我不错安堂，强颜亮，乱世之中，全部就是无奈呀！公主，你可的，这段时间我每日是以泪洗面。肝肠寸断，已经我好不容易请到你了，求你莫再抛下我这个沧桑之下。无论伤心，我都与你相随呀！来人啊！快你暗堂内请公主。有人来了，我样办就好啊！上边。两下去，一天来亲爱个，事情本人发现，一天来有人去沟通，没报，
总得，驸马，我想你老爱，特别总得救了啊！公主，奇怪，我想到为乜解，我到国府去请郭太人，佢讲你已经投降事情了，也多但用办一回事呢？驸马，今日上岗，你到此地，离了十里外，给你是三封，你爱夫妻见一面，所有事情再说不慢啊！哦，哎呀好，我知咧，你自家爱小心嘛。好。报论，父亲，你呀小心，系真的也系假的？父亲，你放心，你啊系威武暗主持前来同胞，千真万确，唔可以有错。既然如此，来呀！营内调查。几个神啊！哎呀，原来呀，系谢贤哦。哦，莫非你系记得公主死后犯上，大财了尼姑安度，所以让我来两位老公主破镜重圆，系冇啊？哼，哟，跟你呀，你系乜个意思嘛哈？哎呦，谢贤呐，你呀也唔是自家见的个呀，念个南无阿弥陀佛。你呀系无事福分啊，个在用办呀嘛，也系无路用个。郭太人，所谓因果有之，我你唔是啲家亲哥啊，做誓言啊，你要给啊主持已经对俺讲过咯，对俺前来同胞，你老从平公子弟了，俺父亲啊是一清一楚啊。就算我此名情歌有娘伴，就算我是千秋驸马也无妨。总比你俩个贪图富贵之徒，还有你俩个自地利益的叛徒，来个有尊严。你驸马，呀天航可黑龙你，虽然杀敌千万年，世事不杂无尊严，应家风太干净，应家风太干净。拜见驸马呀！再拜驸马呀！三拜驸马呀！啊！老身上的有拜驸马，作为一份小事，事事我自家。驸马上班，我你都不恩发，上班，我你都不恩发。你这茶是中秋里，一样千秋穷发多自喜。为娘秋风一心愁，一番情千上水干杯。为娘秋风一心愁来呀。水干杯。哎，该思想深重的情体啊！
既愿意哦，本了前朝的口神，恢复口官位呢。个哎呀，相信啊，我来娘接了昌平公主入宫，也件小小的事情啊，佢呀一定会答应的。是。有咯，我公主入朝也做得，不过有条件。哦，前朝一类大天法，公主又是天王家，不作新朝以来不谈新朝命，失宠的芙蓉爱普风法，十二将我总台攀那，天家万事爱民众办，不是各种各样将安枪，入朝也不该万年命。嘿嘿。在呀，条条天，你莫担心，前天辞掉就当答应，速速带来个双中台，何待呀？该罗那是来福啊，天啊！你应该先带我见前天，待我确定了后，我怎能放心吗？呀哈，喺五朝时分，我带唔到文言国，先拜访沈昌林。有路了，心中自有显其天，我不先心恩，负求情。驸马，请。